手上嘅功夫喺時間入面流轉，泥巴喺指尖上堆堆疊疊。我一路都喺度揾緊一個完整嘅終點，點樣先算結束？邊度先算盡頭？其實答案只有你自己最清楚。做糊其實係一個做加法嘅過程，一嚿泥經過錘煉、拍打、拼湊，一步一步變成我哋想要嘅模樣。古人嘅智慧會俾我哋方向，一個模糊嘅輪廓會出現喺眼前。我跟住對比，跟住修改，每加一嚿泥，用足扦撥一下弧身，就要轉換角度，將糊迎住光線，顯露自己嘅身形。就係咁，一次又一次，完成屬於佢嘅高定之作。得未呢？係時候停未？我發現呢個係好難落嘅決定。明明放低手中嘅工具，呢把糊嘅塑形之旅就可以結束，但我仲係迷戀緊創作嘅過程，亦或者其實我係唔敢面對唔完美嘅佢。我驚佢唔完美，我驚佢會因為我一錘定音就永遠冇得再改。做糊唔係做一把，亦唔係做幾把，而係每一把糊都貫穿住製糊人成個職業生涯。一次結束，其實亦都係一次新嘅開始。佢唔係長痛不如短痛嘅分別，亦唔係及時止損嘅妙計，而係關於相信自己嘅一次有力宣言。學識結束，先至係真正嘅開始。